今日咱经文来到路加福音第23章33节到43节，吼。一开始，伊就讲一个所在，咱的汉字本叫做头壳碗、头壳碗吼，头壳碗骷髅地吼，吼，这个是意思，它的意思叫骷髅地吼。啊，你若咱基督徒定定听到各个他有无？各个他吼，各个他是亚兰文吼，各个他吼，伊的意思就是头壳碗，就是骷髅地。啊，另外一个加略山对无？吼，加略山是拉丁文，吼，这无共款的语言一样的意思，就是头壳碗是亚罗塞林城边啊，应该是南边吼的一个地方吼，就是人家钉十字架的地方吼。来到一个所在叫头壳碗，啊，就甲伊钉伫遐，吼，啊边仔有两个犯人，一个伫正边，一个是倒边，吼。这个犯人，各位看这个犯人不是一般杀人越货的强盗犯，吼，一定是什么？一定得是叛乱犯，吼，因为十字架是罗马帝国发明的一个刑罚，是针对叛乱犯处死的，吼。不然的话，罗马帝国要处死可以砍头、砍腰，哦，有很多刑罚。可是只有十字架是针对那个叛乱犯的，为什么是十字架针对叛乱犯？因为十字架这个刑罚，哈，是一个这个刑罚，让你袂死啦，不是袂死啦，袂遐紧死。哦，你全身就几个洞？啊，你全身几个洞啦？4个洞，哈，4个洞，手2个，脚2个，哈。肋骨是后来试试看他有没有死了，哈。啊，这4个洞有没有要害？不会去碰到你的动脉，好，没有碰到大血管，所以你也慢慢老会一点一点，而且哈还会干掉。啊，干掉，如果你不舒服动了一下，它就怎么样？又破掉，所以可能可以钉个1个礼拜到2个礼拜之间。啊，钉在那边干嘛？钉你要冲下，我好你洗被冲下。是折磨。第一个理由是第一个原因是折磨，第二个原因就是要让正人看到，您什么人哪家背叛罗马帝国，就是这样处理。所以耶稣是很快死的。耶稣是快到比拉多吓到，哦，靠，遐紧诶，哦，好，所以他这2个也一定是叛乱犯，哦，这一定是叛乱犯。好，咱搁看经文搁下来，这时耶稣讲什么话？爸啊，下面因为因所做的，因唔知影吼，因为因所做的。你唔知影，这个就所谓的十架七言的第一句吼。十架七言是什么？这个真的是19世纪的学者他们比较可爱，用归纳的4本福音书，耶稣上尾讲的话，吼啊，归纳出7句话，知不知道哪7句？今日咱这段经文的2句啊，好，今天我们这个经文是2句哈。这第一句讲爸啊，下面因为因所做的因唔知影吼。这句话代表什么？各位看这，耶稣讲伊是什么？下面所以因为因所做的因唔知影，啊那因所做的因知影嘞？哈，如果他们做，他们知道嘞，安尼好因死，安尼是不？耶稣意思什么意思啦？好，这个是不知者不罪的意思吗？因为因所做的因唔知影。各位听这咱来思考这句话，啊那因所做因知影无？啊，因所做因知影，耶稣会恳求主啊，爸啊，下面因嘞，会不会啦？所以，如果我们做，我们明知故犯，就不会被赦免，是不是这样子？其实各位看这，不管我们是哪一种犯罪，耶稣基督的保护拢已经安那，拢已经下面了。耶稣基督保护拢已经下面哈。啊，毋是再讲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吼，
因所做的因唔知影。搁下这，咱的罪互耶稣基督保护，拢甲消除，上帝拢已经赦免，咁表示咱所犯的罪唔免付出代价。唉，我讲台语就是会听不懂哦。我再讲一次哈，意思是讲哦，我们的罪得赦免，那我们的罪，我们犯的罪，我们需不需要付出代价？那个结果要不要承担？过下这咱爱知影这两个无共款的层面，就是讲咱所犯的罪，上帝已经甲咱赦免啦，啊，毋过咱罪后果还是要怎么样？还是要承担吼，还是要承担。所以我认为，无论这个人所做的，因知影毋知影，伫上帝面头的罪，拢已经得到赦免啊。啊，毋过毋是表示因所犯的罪，因毋免承担迄个后果，吼，不用承担那个后果。所以我们在说不知者不罪，跟这个概念不一样吼。我们不知者不罪，好像是说因为因毋知影。所以就不算了。我不晓得，我要跟你们确定哦。那你以为他多爱哈？台湾是不是有一个时候，法律的规定，喝醉酒出车祸反而是刑罚比较低的？有没有这个时候？想一下，我记得以前是这样子呢，就出车祸的时候因为他喝醉了，所以他轻的呢。真的有一段时间是这样，后来才变成怎么样？哇，袂使啉酒开车，不知者不罪，一直在人类的刑法里面会成为一个标准。你就唔知影嘛，所以你犯罪无要紧吼。不过这唔是无要紧的问题吼，就是讲，伫上帝面头前的罪得到赦免，无代表咱唔免负责接下来的后果哈，所以这个情况可以用另外一个层面来讲，就是因犯这严重的罪，其实是出自因的无知呢。你要把它讲好的方面是不知者无罪，好像不知道成为你的赦免的借口。可是你咱为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咱所犯有当时这严重的罪，其实是因为咱无知啊。好多咱书会讲到香港即摆的代志3个礼拜前，咱教会有一个演讲，请3个学者，一个是咱台湾的教授，一个是在英国读书博士回来的台湾人。一个是香港来的教授，因就咧讲香港的问题。有一个听众就问到说：当初英国人是读较歹去吗？他说把香港还给中国，然后怎么样？50年不变。50年如果过了嘞？就顾载英是不？对不？所以香港人头壳是不是坏掉？这香港的百姓只能过50年，他们自由法治的生活50年哪过嘞？再说，所以就回归中国过那个共产主义的生活，是不是呢？那英国人他们怪怪，不是那个从香港来那个学者他说，英国人不是这样想的。英国人以为过了50年，谁会变？对，他们认为过了50年中国会变变成一个文明、法治、民主、自由的国家，所以他就给香港说：不要紧，你那50年维持不变，听好50年，中国就是会变甲甲恁同款。安尼恁的回归的无代志啊，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无知就是因对中国人无了解他们以为中国会变，50年以后会变
好，然后香港就可以保持他们一直自由法治的国家，哈，这个是无知可怕的罪，好。咱这个香港这勇敢的百姓，因在抗争，问他们：你明明知影，你没有办法对抗中国，令是让那边总出来抗议。因讲啥？我们这一代不反抗，下一代要什么？要承受。好，这就是清澈知影。好，上一代的无知。会让下一代的安那受苦。各位兄弟，你了解我在讲香港哦，我在讲台湾呐。上一代的无知就是我们这一代，会导致下一代安那受苦哦。明年1月以后，阮到时候应该变中国人，很有可能哦。好，所以不要再跟咱讲不知者安那无罪。咱犯可怕的罪。是因为我们怎么样无知？好，因为我们无知。可是我不是出生的这本书呢，我这本书进前是系统分析师呢，在公司里面那个承受那个倾轧对抗、踩人家的头爬上去的那个文化，好。我系统分析师进前做的是。记者呢？记者，我不是坐在那个主播台，闲没事念好听的主播，我是在街仔头撞来撞去、拍来拍去的记者。我年轻的时候虽然没有混帮派，不过我是跟这些人混在一起的。那个时阵我们就有一个经验，我们这个人吼。会去拍什么人？我一句歹囡仔，会去拍什么人？会去拍迄种无法度反抗的人。吼，搁另外一种人，我嘛会直接拍，就是知影这一群人对阮有威胁的，可能会怎么样？对我们有不利的，我们会找机会先怎么样？先盖一趴，好，我们不会打什么，我们打不过的，我们不会打那个我们打不过的，我们会跟谁和谈？跟我们差不多的，可是对我们没有敌意的，我们不会跟谁和谈？要来跟我们和谈的。各位还是要听清楚，我们不会跟谁和谈，我们不会跟那个摆明要跟我们和谈的和谈。为什么他要摆明跟我们和谈？猜猜看，他打不过我们呐，所以他要想跟我们和谈呐。你打不过我们，我干嘛跟你和谈？我就吃掉你就好了。各位还是我们会出于无知，让我们的下一辈。陷入可怕的境况，咱俩咱会当甲中国和谈。阮做过歹囡仔，阮知影，阮袂甲要甲阮和谈的人和谈，知影意思无？各位兄弟，我们会跟谁和谈？我们会跟有立场的人和谈，我们会跟那个不想甩我们的和谈，我们会跟那个不怕我们的和谈。各位兄弟，你要知道，2次世界大战，英国有一个很伟大的首相，叫做丘吉尔。在他之前是谁，你就不知道了哈。丘吉尔之前是谁？张伯伦。张伯伦就是主张什么？和谈的。他认为希特勒是好人。希特勒是可以谈的，跟习近平一样。希特勒是可以谈的，张伯伦就主张不要打仗，你们这些坏人，喜欢打仗的人，好，我要和谈，我是和平之子，好，他就跟希特勒和谈。
希特勒干嘛跟他和谈？希特勒只是在等时间，等自己更强壮，等自己有能力吃掉所有的人。他干嘛跟张伯伦和谈？所以英国首相张伯伦换掉以后，变成丘吉尔的时候，丘吉尔是承受英国里面很大的骂名跟威胁，说你这个主战，你这个会害英国陷入什么？万劫不复之地。跟下这我们要搞清楚，丘吉尔是主战吗？不是，主战的是谁？是希特勒。丘吉尔只是怎么样？我要保护我的国家，他是应战。我想在台湾还是有一群不少的人认为他可以和谈，因为一个聪明，一个聪明的，好，这些笨蛋不要挑衅中国。我比较聪明，我弄龚和维，你以为他会跟龚和维的和谈吗？跟下这我只再讲一次，无知，我们会因为无知，让咱的下一辈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还有这个怎么陈世豪牧师一直讲政治？中国不会跟香港人和谈，中国不会跟维吾尔族人和谈，中国不会跟西藏和谈，中国为什么要跟台湾和谈？我们会因为无知，把我们的下一代带到万劫不复的境地。好，不要因为我们可以有一天跟我们的子孙说啊，因为我们当时候不知道啊，不知道他们还是很惨。兵丁的两考就是研究抽签的意思啊，两考啊，本耶稣的衫，这个应验诗篇第22篇，18节讲到，讲种因本我的外衫，甲我的内衫两考就抽签分我的内衣里衣这个时阵有百姓徛伫遐咧观看，有官府的人咧甲踢笑，笑啥物货？来注意看两句话，各位这咱爱看两句话。第一句是讲，伊救别人，通救家己吧。伊若是基督，是上帝所拣选的，伊通救家己，他救得了别人，他可以救自己吧。这第一个绩效。第二句，各位看这看，犹太人的王啊，你通救家己吧。这是两种不同的人讲的哦。第一句会是谁讲？叫他是基督，基督什么意思？基督是什么意思？各位看，这要讲了5年了，5、6年了，不是救世主。基督是什么意思？受膏者受抹油迄位啊，因认为这个基督是要来拯救以色列王国的，所以他成为救世主。不是基督这个词本身的意思，基督这个词是上帝所拣选的那一位受膏者。伊讲，伊若是上帝所拣选的迄位，若是迄位受抹油迄位，伊通安那？伊通救家己啊！另外一个讲法，伊若是犹太人的王，伊通救家己啊！各位看这前面一句是宗教的用语，后面那一句嘞是政治的用语。耶稣基督绝对袂因为第一句死，听懂意思吗？耶稣基督不会因为他是一个弥赛亚，他是一个抹油的，这个不是罪名啦。耶稣基督的罪名是啥？犹太人的王啦。你若要做犹太人的王，就是你要跟上对抗罗马帝国啦。然后我们要搞清楚，这个时候两个讥讽他的话，你定底下
啊，你若上帝所拣选的，你若上帝所指派迄个弥赛亚，你通救家己啊，你就下来嘛。好，啊，另外一个笑法是说，啊，你毋是要对抗我罗马帝国，你毋是犹太人王，你通救家己啊，下来啊。各位阿姐，我定咧讲吼，我常常想这个问题，就算我有能力吼，我有神力，即马去用电力十字架，你当下看安尼甲我笑吼，我真的会下来。好，打几个耳光以后，我再怎么样，再上来哦。我要证明什么？啊，我就是有能力下来，你莫甲我笑。好，我今天是有任务的。好，我电力十字架是我的苦衷。好，我有任务的。你敢笑我，我怎么样？我下来给你看。好，打完你以后，我再怎么样？再上去。各位阿姐，安尼差伫对？耶稣敢有法度落来？伊较无安尼，下来打几个耳光也比较爽啊。他再上去死啊，再上去死有没有可以救我们大家？会使袂啦？各位阿姐，我要问的是，耶稣哪落来吼，把他们打一打耳光啊，然后再上去钉死，这样有亏损？他可以拯救我们世人的罪吗？会不会亏损？不会吧？然后让我们很爽吧？为什么不这样做？各位阿姐，不安尼做，你敢动会掉？我是动不掉啦，我是一定会下来的。打几耳光，踹你们几脚，我再怎么样，再上去死给大家看。为什么耶稣不下来，让他们知道其实我是有这个能力的？成就上帝的旨意呀。然后我还是有成就啊，我只是下来爽一下而已。好，您知影你们惹错人了。就觉得不行，对不对？各位阿姐，你要知影耶稣的心情，伊伫十字架上面，他还讲什么？你要阿爸爸，你下面因的罪，因为因唔知影因所做。好，你知道这个是一个很怜悯的心态，他不是像我钉在上面，看你们在嘲笑我。受不了，各位阿姐，我真的受不了我受不了被冤枉，我受不了被污蔑，我受不了被看不起，你们会不会？你们都受得了？我们不是耶稣，不过你看耶稣基督，他就是钉在十字架上，他明明有这个气力，会当落来证明讲。我其实真正是弥赛亚。想想看，如果耶稣下来打他们耳光，再上去钉十字架，不是会有更多人相信他是弥赛亚吗？会不会？不会哦，会精神错乱。各位阿姐，这互咱思考一个问题：耶稣基督他谦卑到死，他谦卑到死，不是伊有这个气力无，不是他有没有这个能力，不是他能不能保护自己，不是他能不能惩罚他的敌人，是他谦卑到死。耶稣基督谦卑到一个地步。好，要互大家去思考一下两款的铁笑。一个笑伊是基督，一个笑伊是犹太人的王，这是不一样的作者故意让你知道，下面有两种人。犹太人笑伊是，你不是基督，你若是弥赛亚，你就来啊，你救你家己啊。罗马帝国的人笑伊讲，你不是叛乱犯，你不是这个，你就来啊。他没有理这个东西，所以。耶稣伊的十字架有钉一个板子，他都看咱的台语写得很好，很有趣。伊讲伊的顶面有斩条写，你看知什么叫斩条？
斩头的斩，五张条，你就想象古代要砍头，然后后面不是插一根牌子吗？好，犯人陈思豪，对不？哈，好，啊，他用这个来翻译啦。啊，可是那个十字架不是张条，它是钉一个木头，钉一个木头，然后上面写什么字，知不知道？不会写那么长啦。犹太人的我是不是写个可以多大片去啊？我们在天主教的教堂会看到十字架，对不？天主教的教堂的十字架跟我们不一样，对不？一点较大机，对不？因为顶面有啥？有耶稣嘛？啊，耶稣头壳顶还有一个牌啊，对不？写什么？这个是犹太人的王，写这个是不？不是啦，写啥 ？INRI 有无？吼，你们这些基督徒，没事要去人家天主教堂看一下啦。吼 ，INRI 是拉丁文，好，什么意思 ？I 代表耶稣，拉丁文的 I 哈，就像是其他，比如说英文啊，其他字母的 J， 好，所以它是写耶稣，只是 I 开头的，耶稣就是耶稣。那个 N 是什么？拿撒勒人呐、啊，是 Nazarorum 哈 ，Nazarorum 哈，耶稣是 Nazarorum， 就是拿撒勒人耶稣。R 嘞 ，R 是 Rex，R-E-X， 拉丁文的王的意思 ，Rex 好，然后 I 呢 ，Judaeorum 哈 ，Judaeorus 哈，就是犹太人哈，所以是耶稣 Nazarorum， 拿撒勒人耶稣，然后那个 Rex。Judaeorus 是犹大人的什么王哈啊？这是拉丁文，他就直接用前面4个字母 IRNI 啊来代表。不过你哪去东正教哈？你哪去什么叫东正教？你知道不？就是那个洋葱头的教堂，俄羅斯他们那边的。好，他不是写 INRI， 他是写什么？哇！啊，我得讲一下，那个耶稣的牌子是用3种语言写的，好，就拉丁文、希腊文跟什么希伯来文哈。啊，希腊文我没有写出来，希腊文就不是写 INRI， 希腊文是写 INBI， 那个 IN 意思一样，好，耶稣 Nazarorum 意思的一样 ，B 是什么？它都讲拉丁文的 Rex 是王 ，REX 是王。那希腊文的王不是，希腊文是 B 开头哈 ，Basileus 哈 ，Basileus 哈，就变成，所以他们会写 INBI 哈。那希伯来文另外一个写法，我不要念，它是从右边读到左边的，所以拉丁文跟希腊文都是从左边写到右边，希伯来文呢？从右边写过来，跟那个阿拉伯文一样哈，从右边，所以它的亚述的白亚典管3种语言哈，3种语言哈。好，2个反人一左一右，这个时候他们也讲话了。他说：“你不是基督吧？你救自己嘛，而且还救什么？我们呐、啊！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各位看这句话吼，跟下段伫下骹讲的无共款。这句话意思是讲吼，你唔是上帝所精选所抹有一位，你开始教我安那，赶快垫底价。好，另外一个说什么？我们是应得的哈，咱这家拍代志，我们是最有应得。你唔惊上帝吗？哈，伊讲这个人安那，这个人安那，没有做不好的事情哈。今天的经文快结束喽。伊讲这个人无所行无一项唔对的，伊就甲讲耶稣啊，你来纪念我，求你纪念我吼。你得到国降临的时吼，其实它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它原文是说，当日进入你的国的时，求你安那纪念我。所以这个人是很有概念的。这个被钉在十字架的人是有概念，伊讲，等你求你伫你进入你的国的时阵求你来纪念我，你要纪念我。耶稣跟他说什么？各位弟兄姐妹，耶稣讲什么？
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跟我同在乐园了。乐园这个哈是波斯的用语，花园的意思哈。波斯的用语 paradise， 但换成 paradise， 波斯哈，波斯帝国是什么时候？我要重新考试一下。北以色列 kill 什么狗灭掉？我们查经班跟那个祷告会的都知道哦。北以色列被哪一国灭掉？啊？美国。北以色列被哪一国灭掉啦？亚述被亚述灭掉。亚述是很坏的一国亚述的做法就是，他灭掉一个国家，也把所有